女士，殷公主，你们这是往哪儿去啊？高堂台给舒公主送少司命大祭的礼服。听说那大祭的礼服华丽无比，10几个绣娘忙活了小半年才做出来，可否让我看看？女士不会是因为狄公主的礼服，别人连看都不能看吧？好漂亮啊！这是微后特意让织房中最好的织女用金线和翠羽编织数月而成的，上面还鑲了那么多上好的珍珠。为了少司命大祭之舞，實在過於奢華了。因少司命是庇護我大楚婦孺，使大楚人丁興旺的神祇。為了大祭，無論多麼奢華，都是對神靈的敬意。更何況，大祭歷來是由身份高貴的女子作為主祭。今年微後有意讓舒公主在大祭之日領跳少司命祭舞，這禮服當然是要好上加好了。那大祭之舞的伴歌領唱，該是太子恆吧？原先微後屬意太子恆，但南後說不好，南後看中的人，微後又說不妥。這不，屈子出面，剛剛定下了公子歇。黃歇？正是，公子歇是屈子的愛徒，九歌又是屈子之作，選擇公子歇也算是度身訂造。原來是黃歇。我等有要務在身，殷公主請自便。聽說這次大祭，秦王和郢都的許多貴公子們都要來。舒公主若穿上這件禮服，領跳少司命祭舞，不知道要讓多少公子王侯神魂顛倒、輾轉反側呢？這話說得太早了。你怎麼知道，那日穿上這件禮服的，就一定是舒公主？大王已經應允了姐姐的婚事，妹妹為姐姐高興。舒兒遠嫁，最割捨不下的就是妹妹。無論姐姐在哪兒，妹妹的心都與姐姐在一起。按照祖制，我出嫁時是要有姐妹宗族作為陪嫁，和我一同去的。姐姐，你想讓我做你的應試，跟你一同去秦國？你一定不願意，對吧？對，我不去。也確實委屈了你。哪個女人不想嫁給自己心儀的男人，不想成為正室？我娘親就是應妾。我從小到大，聽到別人嘲笑譏諷我最多的，就是我娘親的卑賤。我絕不讓自己成為應妾，讓我的兒女受到欺辱。姐姐知道我的，寧為玉碎，不為瓦全。更何況，我與子歇早有盟誓。可是母後對你一直耿耿於懷，上次月華台下毒之事也草草了結，並未追查真兇。我擔心你留下來，害你的人是不會罷休的。此事我也惶惑。惶惑何人害你？惶惑他為何一定要害我？那你知道是何人所為？我只是猜測。姐姐對我如此之好，我真的情願不是她。你確定？十有八九。其實根本用不着她動手，她僅僅示意就夠了。這可怎麼是好？姐姐可知，羋月的娘親和撫養羋月的舉姬曾與微後結下嫌隙，對此姐姐也應當有所耳聞。可這是上輩人的恩怨，
與你有何干係？上輩人，你恨他，恨我娘親。說恨，傷你的心；說不恨，傷我的心。可她畢竟是我的親生母親，是你的母後。看在我們姐妹情分上，原諒她吧。当心，当心！规避碧帛以示鬼神，千萬要擺放整齊。是，這個放上面。啊，那這件呢？這個放正面。是。供奉的六獸和酒水都擺放在那邊。祭司少司命，國之大事，天神在上，非凡柴不足以達之。哎，一定要讓人悉心照看這燔祭時的煙氣啊！來來來，動作都快一點。皇公子，皇公子，月儿，舒公主，嘿嘿，傻笑什麼呀你？月兒今日格外好看。步裙金釵，尋常打扮，有什麼好看的？一會兒舒姐姐換上祭舞禮服，那才叫一個好看呢。妹妹步裙金釵，在皇公子眼中都有這般姿色。你若能穿上祭舞禮服，那不美若天仙了。姐姐，何時你也學得如此油嘴滑舌？姐姐的話是認真的。上回祭祀的時候，我就在想，若是月兒主跳祭舞，皇公子吟唱作伴，那你們才是郎才女貌呢。多謝舒公主成全。全是輕薄口舌，不與你們說了。哎，月兒，其實他心裡是有你的。皇歇只是想討個今日的彩頭，祭舞之後，懇求大王把月兒許配給我，望少司命庇佑，天遂人願。